街頭喇叭吹爆民主黨煽香港。3、民主黨1。咁多人一齊吹魔鬼喇叭，唔係睇世界盃啊！爭取民主20年，一個變咗民建聯。民主黨前線苦主大聯盟尋日喺旺角行人專用區搞論壇，聲討民主黨。唔止魔鬼喇叭，仲派呢把民主黨煽香港嘅紙扇，幾百人圍觀。如果政黨交俾你嘅政綱係可以180% 調轉，你哋又唔追究，下次又再選佢嘅，搞普選嚟做乜嘢啊？依家民主黨咧，我覺得佢最好就坦坦白白咯。嗱，佢依家咁樣講少少，跟住又俾人踢爆多啲。呢位以往撐民主黨嘅先生最激氣啦！依家咁佢哋出賣咗我哋咧，我哋覺得好唔開心咯，好心痛咯。佢呃咗我哋選票，違背咗我哋嘅承諾。鬧民主黨㗎，又點指佢哋啊？廢除晒功能組，普選聯應邀出席政改答問會，一樣俾人鬧爆。同一個功能界別裏有兩種唔同選舉嘅形式，佢一定會出現一個好混亂嘅情況，亦都好唔公平，而且製造咗5個特權中特權嘅分子。我將我人生嘅第一票投俾民主黨，因為我相信佢哋可以幫我哋爭取2012雙普選，但係你哋放棄咗向選民負責嘅道德責任。你哋喺取信於共產黨同取信於民之間，你哋選擇咗取信共產黨。點解你哋唔一早公開呢個報告啊？你一早公開報告咪乜事都冇啊？你哋喺2個禮拜，你哋押後2個禮拜咪乜事都冇啦？係冇足夠嘅時間嚟到咧係即係去作一個全面嘅諮詢，呢個係事實。你應該一早就係鬧嗰啲人咧係提路線圖嘅人。因為你一提路線圖講2017、2020有真普選，你已經放棄咗2012啦嘛？點解你唔鬧嗰啲咧？點解你今日淨係針對民主黨咧？針鋒相對嘅話題，仲包括長毛同黃叔嘅言論。即係話先生公開同民主黨嘅擁躉講咧，就話我要出賣你啊！阿豬阿狗啊，你覺得呢啲行為應該道歉？如果唔係嘅時候，就唔好再講嗰件事。如果佢覺得有啲嘢講得唔啱嘅，呢啲你自己每個人去到反省，然後咧自己你覺得道歉咪道歉咯。呢啲嘢我覺得唔應該喺群眾壓力之下去道歉。我而家好多選民叫我問你，司徒華應該道歉。我唔會代表司徒華答你今日。何俊仁重申會同中央台底交易，話理解市民不滿，佢哋會繼續落區解釋。